弟兄姊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4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但以理书第2章24节到49节，约翰福音12章44节到5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判断。台湾基督教教会4月到6月主日学教材主题拢为写伫迄个士师记。过去并无了解士师的意思，对内容来看，好像亲像士师所记载的，因拢是咧带领以色列的人民出去受战的人。后来，这个年纪渐渐长大，慢慢伫圣经的研究顶悬较有一个了解到方向了后，才发现，士师就是代表着上帝伫这个世界来审判，是讲判断的这个人物啦吼。就好像亲像亚当甲夏娃，因就是想要讲安尼，得到上帝迄种判断的权柄，就是辨别是非吼。但是因已经犯着错啦吼。这个判断的职务甲权柄，若毋是上帝所赏赐，无有人会当家己去争取，因为你若家己争取，就是得罪上帝，迄是上帝的权柄。咱对今仔日的经文，但以理书第2章24节到49节，看到但以理为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的记载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但以理就是去见王派去要杀全国有智慧的人亚勒，对伊讲：求你毋通杀死全国所有智慧的人，请你甲我引荐去见王，我会甲伊来解梦。亚勒随时带但以理去见王，亚勒对王讲：我伫首领的犹太人中间找到一个人，伊会当甲王来解梦。王对叫做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讲：你真正会当将我的梦甲我讲，佮解说互我知哦。但以理应王讲：王所爱知迄个奥秘的事，有智慧的，惊法术的，术士占卜的，无一个会当甲王解说。只有天顶迄位上帝，才会当将这个秘密启示出来。伊已经将未来得要发生的事，甲方向指示啦。你的梦着甲特殊课的意象是安尼。方向你入面梦会得想有关将来的事。迄位启示奥秘的主已经将未来要发生的事，通过这个梦甲你指示啦。不过我会当明白这个奥秘的启示，毋是因为我比所有的人较有智慧，是上帝要互王知影这个梦的意思，互你知你的心内在想什么。方向你伫眠梦中间看到一座非常大新的像，这座像真悬，佮非常灿烂显目。这个显目徛伫你的面前，形状非常通惊。伊的头壳是纯金的，胸坎甲手是银的。腹肚甲腰是重的，大腿是铁的，下面的骹是铁甲土烂的。
你伫看的时突然有一个毋是人的手拍的石头，拍到迄座大象体甲土男伫做的骹，甲伊拍碎。即个大象体甲土、铜、银、金，逐部分煞拢做一个喙鼓鼓，喙甲亲像热天的五谷场粗糠雨风吹散，连一丝仔都拢找无。迄个拍着大象的石头变成做一座山，大甲全地拢扛起来。以上是王所做的梦，但我要将这个梦的意思甲王说明。王上你是列王中间上伟大的王，天顶的上帝已经将国家权柄、威力、尊严拢赏赐予你，嘛阁将带伫逐所在的人、野地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，拢交予你管理。你就是迄个金的头壳。你以后会有一个比你较弱的国家兴起，然后有第三个亲像铜的国家要掌管天下，后来阁有第四个国家，伊会亲像铁遐尼重、遐尼强，铁会将逐项物件来拍碎。迄个国嘛会亲像安尼，甲所有的国家拍倒。拄拄照你所看到的用铁甲烧肥师傅的土来做伙做的骹甲骹枕头仔，是指着一个会分裂的国家。毋过伊还是有亲像铁的气力，遐会用铁甲土做伙做的骹甲枕头仔。也是这个国家一部分强，一部分弱。拄拄照你看到的，伊是铁甲土做伙，只是指着这个国家的人会伫别个种族来通婚生囝，毋过因未团结，亲像铁甲土袂当结合做伙。遐个王在位的时阵，天顶的上帝会建立一个永远袂灭亡的国，这个国的主权袂互列国抢去，颠倒会拍倒毁坏所有的国家，伊要永远徛在。照你看到的，迄粒对山顶连落来，毋是人的手拍的石头，将铁、铜、土、银、铁拢拍碎。这段上帝互相做这个梦，就是要爱互你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你的梦是真的，梦的解说是确实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就拍伫土骹拜但以理，佮命令人送礼物佮香料互伊。对但以理讲，你的上帝真正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奥秘的启示者。伊互你会晓得这个奥秘解说互我知。王就高兴但以理，赐伊真上等的礼物，派伊管理巴比伦全省，佮设立伊管理全国有智慧的人。王佮接受但以理的请求，派沙得拉、米煞、阿别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毋过但以理留伫王宫侍奉王。解梦是的先决条件，就是爱会通判断，知家己的能力。梦真正的意义，佮怎样伫对官位，就是迄个国王来解说。
并且着爱判断知怎样会通处理，这拢是无简单的代志，除非有上帝所赏赐的权柄。就亲像约翰福音12章44节到55节所写耶稣的话来审判人。圣经讲耶稣大声话，信我的人，毋是信我，是信找我来迄位。看见我就看见找我来迄位。我做光来到这世间，是要互信的人拢袂踮伫黑暗。听我的话无遵守的人，我袂甲伊审判，因为我毋是要来审判世界，是要来拯救世间人。拒绝我、毋接受我的人，有一个审判会甲伊审判。伫末日，我所讲的话会甲伊审判，因为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讲，是照找我来的爸予我的命令，讲什么，传什么。我知伊的命令，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所以我讲的拢是照爸甲我讲的。诗篇133篇，兄弟姊妹好好徛起，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偌尼好，偌尼欢喜。这通比伫过去的油对伫头壳顶流甲伫喙手阿伦的喙手，搁流到伫我的暗领。这嘛通比凭着黑文山的露水流到伫锡安的山岭。伫遐上主有永远要赐福，赐永远的活命。恳求主帮助阮各家会通彼此相听，谦卑祈祷，更较同心来听主，跟对主的旨意，会通互主来判断阮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